哎，先生，我们下一个地方爸爸改造计划可以耽误你15分钟吗？不用，我很忙。我们这个是镇上名流御用的雾眉师，用完你阿姨都会马上爱上你哦。可以让我变年轻吗？可以，但是我要急着去唱歌。不然这样我出1000块，等下做完以后我请你去德德拉唱歌，可以吗？这个好。好，走。这是我们雾眉师耳朵。客人希望他看起来有气势一点，配合他的脸型，耳朵帮他设计了偏出一点点的剑眉。你是白雪的用心一生啊，青春啊，想着疼，含泪的用的